不是啊，我头拄安尼丢图安尼，就应该是真明显啊，阮两个拢唔知影答案。所以讲真歹有。我是好奇讲阿嬷是真正知影。家己敢咪讲叫做10万年啊？无可能啦！你卖个怪啊！你过去讲海底啊？好来，关键来啊，关键来啊哦！两位队长应该是无问题啦。一万哦，一万哦，一万哦。哎，这压力足大的呢。对啊，哎，最后一题。1万块尔，压力啥奈？ 1万块尔，我一个月才看1万块啊！阿妈，你还说多多包涵。万一若输的时，你唔通讲。歹势啦吼，歹势啦吼，我送你我表演的票啦吼。一张8吧，一张8吧。起码是算2万啊，连哎，拜托拜托。今麦做队长歹做啦，歹做啦。今麦搁回算。是，好来，手刚刚两个点。准备出题啊。市中哦。好，好，啊手要紧哦，车手带当市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第二阿兰。我今日在是讲桂鱼，伫阮这庄卡，这无叫毛桂鱼哦，互恁叫，这叫做什么名呢？好，来，咱请抢答。咱请抢答。来，试看卖。我感觉应该我知影，这是唔是？五桂鱼，五桂鱼。有一条管。差不多。差不多。我是捌听过讲，我只有讲袂使问阿妈对无？对，袂使问。安尼是袂使。唔啊。我敢若甲我知影，一般是讲好熟啊啦。好熟啊。是。对啊。我问老师要无？好，来，老师是唔是好熟啊？伊即摆讲的是东石遐的公东石遐的公咱来照伊遐的公对。所以好熟啊是可以，但是好熟啊有人讲，但是是即个东石遐的。好，不要紧，所以讲平的，你有机会啊啦。不是啊，我头拄安尼丢图安尼，就应该是真明显啊，阮两个拢唔知影答案。所以讲真歹有。我是好奇讲阿嬷是真正知影。家己敢咪讲叫做10万年啊？无可能啦！你卖个怪啊！你过去讲海底啊？不要紧啦，今日咱咧无咱有个提一下，就是咱提啥会无？伊的马啊，迄2字叫做鸡啦，是啦。后壁袂使讲，后壁。一拉鱼马带某，古代呀跑落沟，嘞咪嘞多啦多嘞。我有试看卖啦。好来，我来。海蜇啦！真好哦！对啊，因为这个高价鱼啊内底，高价鱼咸水、正水拢可以。对，拢会当吃，拢会当活。海蜇啦，是海蜇啦，确定就好，是不是？确定哦。确定啊！其实无确定，买当确定嘛。无定就真正有影叫海蜇啦。啊，我就算玩东西。因为无是嘉义东石遐人讲的，咱人唔知影，嘿，在地讲。好来，老师是海蜇啦。嘛唔对，南洋鸡啦，南洋啦，南洋的啦，南部迄南。南洋鸡啦，好来，老师解释。因为这个鱼啊吼，是对咱较早有2个咱台湾人吼，去伫新加坡，啊对遐讲引进的，其实是讲偷摕因的鱼仔仔来咱台湾培养出来。啊，因为迄个新加坡遐，咱台湾人过去拢叫做南洋啦，是，所以对南洋来，啊，伊的鱼仔形甲咱的即仔鱼小可共款，是讲咱的即仔鱼较细尾，伊较大尾，所以咱就家叫做南洋即啦。啊，嘛有人叫做南洋台啊。台啊，对，不过伊即个答案爱讲南洋即啦，因为讲伊要讲在地的讲法，哦，咱就照在地因讲南洋即啦咧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以前哦，这种南洋即啦吼，我来讲哦，伫咱台湾哦，无人要爱。外溪边嘛有啊，拢无人要爱。计偌尾啊，人即摆伫家己东石遐哦，拢是用迄落啊机器去饲的。哇，饲甲偌好，拢通啊外销去日本呢。肉真好食。肉足好食，拢无迄个土味。这样都台湾雕啦。雕啦，但是嘛无人安尼讲的吼，台湾雕敢有人安尼讲？有啦有，即摆学着啊啦。甚至会使做沙西米，对啊，台湾雕。要紧啊，即摆两分拢平分啊。啊，阮这无赢，因为我拍波的。来，我跟你讲，我安尼摕着一万见笑，你知道？我甲你讲哦，要见笑，咱大家同齐见笑。唔知啊，对不对？是我来讲，即摆嘛要摕，就是互恁两边拢摕啊。对啊，哎呦，白酒，哇，你看，阮什么这无，阮制作人是啥人？大吉他就是大吉他，大气，奖金甲加落，一边拢加1万，你看。